这摆由刑警大队主导的防抢演练，伫无耽误治安勤务为前提，自导自演拍片，要呈现第一时间运钞车强盗案。台南市警察局马上通报围捕，并成立专小组侦查，运用科技锁定嫌犯并逮捕的过程。特别要过年，各种金融交易常容易成为歹徒抢劫的目标。透过影片的放送，嘛希望提高机构甲市民防抢的观念。我甲你讲啦，吼，咱即个趁大条的啦，发大财啊啦，吼，后世人免烦恼啦，哈。啊，get it， get 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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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。对此，市长每天到场肯定警方训练有素，让市民安心好过年，嘛宣示维护治安的决心。那我们知道东防快开始了，就是因应重大节庆，时间就是春节期间。那我们不仅要做好防疫，也要做好防灾，更要做好打击暴力犯罪的一个准备。那我们希望说要保障市民朋友们过一个安全又快乐的假期。这以上三者，防灾、防暴以及防疫都是最重要的。会中议长郭信良甲议会保安委员会这位议员嘛到场，肯定市警局的辛劳，和台南市防治诈骗、暴力犯罪甲枪击案拢明显下降。在台南市的治安扮演的角色都非常的称职，也非常的辛苦。无论在交通上或者是治安上打击犯罪，这个都成绩有目共睹。那今天是特别来加强整个实际操作的演练，让未来如果发生类似案件、毒品走私、枪支泛滥的情形，能够更加迅速，而且熟悉环境，将整个犯罪组织以及歹徒呢绳之以法。市警局伫演练的过程，整个影片拢由同仁一手包办，甚至想出结合鱿鱼游戏的剧情，效果相当的逼真，成功掠到观众的眼光，嘛，互在场的贵宾相当娱乐创意十足。当然，重点嘛是要警告有心犯罪歹徒，千万唔通来台南。台南新闻军职采访报道。因为我们在考试出来跟你玩游戏哦。